另外来看，有民众咧伫咧面册顶头是看到这台南市的警察局咧找防诈骗影片的临时演员，一天的薪水是开到2500至4000块，有影是真含。警方收到通报了后呢，随出面来驳回，强调并无这款的活动。因那台南市刑大即马已经扩大追查，呼吁民众这诈骗的手路有影是真济，一定要提高警觉。 买手机也是真侪人逐工的日常。即阵伫咧面册社团，有人写到台南市警察局要应征临时演员的人才，要来做防诈骗的宣导影片，一工是2500至4000的工资，伫网络引起讨论。警察局嘛随出面驳回，这是无影无迹的代志。民众嘛讲，网络世界拢是假消息，加减的心惊惊。 叫你走外口有无？叫你摕物件咧就好，啊，足轻松，1点钟2000块的，我感觉拢是诈骗的。我感觉这诈骗哦，感觉足讨厌啊，拢造成哦人甲人之间的无信任感啦。本局也立即在相关的官方网站来对外澄清说明，并就该假广告来实施下架及展开后续的侦办作为，以避免民众上当受害。 警方指出，目前无人受害，即站等咧调查。那教授掠到会以诈欺罪侦办。其实即阵变成的诈骗手法有影真多元，有的用爱情咧拐，有的是出奥步，讲会当协助人转卖灵骨塔，佮个对当中趁利润。另外对车股开始行登记破发现金，市府嘛唔敢大意，加强宣导，提醒大家爱谨慎。 有一句话叫"假骗弄破万"，政府普发现金，大家要领取还是要小心领取，避免就是说网络上的很多诈骗。那平常没有普发现金的时候，网络诈骗就一堆了。现在碰到了普发现金，那当然诈骗集团真是视之为一块肥肉。 台南上侪人行政区因控根据统计，今年到单诈骗前3名是假投资、网络假拍卖，叫解除分期付款。警察局嘛讲，拢拼死咧宣导，嘛呼吁乡亲若对方讲到钱项，也是银行口座的关键词，爱特别细腻，嘛通卡165反诈骗专线做确认，避免赚的辛苦钱白白乌有去。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